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：当朋友说，你看，森林里有一棵好大好大的橡树。每天放学后，小动物们都喜欢带着画纸和彩色笔，坐在橡树下画画。有人画花，有人画小鸟，有人画自己想去的地方。画好了，大家就会跑去找朋友。你看，这是我画的。草地上每天都有好多开心的笑声。小熊也很喜欢画画，而且小熊有一双很厉害的眼睛，它很会发现小小的不同。有一次，老师拿出2张图片，大家来找找看，哪里不一样？大家睁大眼睛，仔细看呀看，只有小熊一下子就举起手。这里小鸟的头顶颜色不一样，还有这里，这朵花的花梗朝左，而另一朵朝右。蝴蝶的花纹也不一样。大家都拍拍手，小熊好厉害！小熊听了，开心地笑了。他很喜欢自己的这双眼睛，因为不管什么东西，他总是能第一个发现不一样的地方。有一天，大家坐在橡树下画画，小兔画了一只蝴蝶。他画了蓝色的翅膀，还画上了一点一点的小花纹。他画了好久，终于他开心地拿着画跑过来。小熊，你看。小熊接过画，认真看了一下，然后说：咦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你少画一根触角啦。小兔低头看看，真的耶！他拿起笔，补上一根小小的触角。好了，他笑着说。小熊也笑了，他觉得自己帮小兔发现了一个小地方，这样蝴蝶一定会变得更漂亮。第二天，小松鼠画了一棵大树，画好以后也跑来找小熊。小熊，你看。小熊看看画，说：咦，你的树下面没有小花耶。小松鼠低头看看，忘记了。他拿起笔，在树旁边和树下画了好多小花。第3天，小鹿画了一条小鱼，小鱼在海里游呀游，旁边还有好多泡泡。小鹿拿给小熊看，你看。小熊仔细看了一下，说：咦，小鱼只有一只吗？海里不是应该有很多鱼吗？小鹿想了一下，好像也对吼。于是小鹿又多画了几条小鱼。
小熊看着大家修改自己的画，心里觉得很开心。他想，我帮大家发现了画里的小地方，这样画一定会变得更完整。只是小熊没有发现，每一次朋友跑来找他时，他第一句话总是从少了什么开始。他不知道，朋友拿画过来的时候，心里其实藏着一个小小的期待。他们想说，你看，我画好了，你喜欢吗？有一天，老师笑着说，今天画完以后，请找一位朋友分享自己的作品，也要记得仔细看看朋友的作品哦。大家开心的点点头，好。小动物们拿起画纸，坐在橡树下开始画画。小兔画了一片花园，小松鼠画了一棵果树，小鹿画了一条小河。没多久，草地上又传来熟悉的声音：小鹿，你看我的画。小猴，你猜我画的是什么？小刺猬，快来看！大家抱着自己的画跑去找朋友，有的人笑，有的人惊讶地睁大眼睛，还有人开心地跳起来。小熊也画好了，他画了一只熊，熊坐在草地上，手里抱着一大罐蜂蜜，旁边还有几只小蜜蜂。他看着自己的画，偷偷笑了一下。这张画我很喜欢。小熊抱着画走到橡树旁边，他想，等等，一定有人会来看。可是等了一会儿，小兔跑去找小鹿。你看我的花园。小鹿笑着说，哇，好多花。小松鼠跑去找小猴。你看我的果树。小猴拍拍手，好多苹果。大家分享得好开心。小熊低头看看自己的画，又抬头看看大家。他等了一下，又等了一下，奇怪，今天怎么没有人来找他？小熊抱着画，慢慢走到小兔旁边。小兔，你今天画好了吗？小兔点点头，好了呀。那你怎么没有拿给我看？小兔愣了一下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画，没有马上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小小声地说，因为我怕你又说，咦？小熊愣住了，咦？为什么？他小声地问。小兔抱着自己的画，想了一下，才慢慢说，我每次跑来都想赶快跟你说，小熊，你看，我画好了。可是你好像都没有看到。小熊愣住了，没有看到。小兔点点头，笑着指着自己的蝴蝶。我最喜欢的是翅膀上的花纹，我画了好久，我一直想，你会不会也喜欢？小熊
安静下来，他想起小兔的蝴蝶，想起小松鼠的大树，想起小鹿的小鱼。原来他看到的是少了一根触角，少了几朵花，少了一些小鱼。可是朋友们想让他看的好像不是这些。那天回家的路上，小熊一直抱着自己的画。回到家，熊妈妈问：今天画画开心吗？小熊想了一下，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妈妈，如果有人拿画给你看，你会先看哪里？熊妈妈想了一下，笑着说：我想先看看他最喜欢画的是什么。小熊低头看看自己的画，没有说话。第二天下午，大家又来到橡树下画画。小兔今天画了一只蝴蝶，跟以前一样，它画了好多漂亮的花纹。画好以后，它没有马上跑过去，只是安静地看着自己的画。小熊看见了，以前的它一定会跑过去说：咦，这里是不是少了？可是这一次，它停了一下，它慢慢走到小兔旁边。小兔，我可以看看你的蝴蝶吗？小兔抬起头看着小熊，然后慢慢把画拿给他。小熊没有急着找不同，他看见了蓝色的翅膀，看见了上面一点一点的小花纹，还看见旁边那朵小小的花。他笑了，小兔，你的蝴蝶好漂亮，它看起来像真的要飞起来了耶。小兔眼睛亮了起来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小熊点点头。我最喜欢翅膀上的花纹。小兔笑了。我昨天想了好久，才想到要画这些。小兔说。小熊看着它，笑着说：我看到了。小兔抱着画，开心地跑去找大家。你们快来看，我的蝴蝶！草地上又传来一阵笑声。小熊坐在橡树下，看着大家分享自己的画。小熊的眼睛还是一样很厉害，它还是会发现好多小小的不一样。只是现在，每当朋友笑着跑过来，大声说：你看，小熊都会先笑一笑，先看看朋友最想让他看的地方。有时候是一只漂亮的蝴蝶，有时候是一棵结满苹果的大树，有时候是一群快乐游来游去的小鱼。小熊也会笑着说：哇，蝴蝶翅膀上的花纹好漂亮，或是你的苹果红红的，好像真的可以摘下来吃。又或是好多小鱼一起游，好热闹呀。每一次朋友都笑得更开心了，因为有人看见了自己最想分享的地方。草地上每天都充满了笑声，因为开心的事情和朋友一起分享，真的会变得
更开心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